大家好，又到咗新一年在家基金獎學金籌款同埋接受申請嘅時候。咁今年呢，將會係我第4年參與一個評審嘅工作。咁多年嚟呢個獎學金呢個宗旨都不變，就係幫助一啲喺英國生活緊嘅香港年青人，希望為佢哋升學嘅路上呢提供一啲嘅資助。咁多年嚟，我哋評審嘅工作呢，都係以佢哋提供嘅資料啦為準則，咁包括佢哋嘅家庭環境啊、經濟需要同埋一啲升學上面嘅安排。其實咁多年嚟呢，我哋資助嘅朋友都不少啦。雖然呢，我哋嘅資助金額唔能夠代佢哋完全去俾一啲大學嘅學費啊，或者完全資助晒佢哋日常生活嘅開支，但係憑住我哋一啲少少嘅幫助呢，都令佢哋可以減輕到升學嘅壓力，甚至可以參與到更多嘅學校嘅活動。咁大家都知道啦，雖然呢而家呢都越嚟越多香港人呢開始及乎資格去申請永居啊，甚至乎入籍。咁有一啲年輕人呢，亦都多咗年輕人可以呢用香港本地生嘅學費啦，升讀英國嘅大學。但係正正係呢2年呢，因為大家呢都可能要為入籍呢俾咗大筆嘅錢，所以呢個個家庭其實經濟上呢亦都係有佢哋不少嘅負擔，所以呢今年嘅獎學金呢對呢一班將會升讀繼續升學嘅年輕人呢都係十分重要嘅，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